卫生福利部发布咱国内头一份所谓网络性别暴力的状况调查有超过5000个样本。调查结果显示，讲18岁以上的民众有60成捌拄过所谓网络性别暴力，伊受了上济有48.5%，显示讲有一半的民众捌伫网络顶头受到骚扰。艺人黄子佼涉嫌上网买未成年查某囡仔的性影像，伊违反儿童甲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起诉。15出电，佫一个引起大众的关注。类似所谓网络性别暴力，伫现出时的社会是愈来愈多。根据调查，咱国18岁至74岁的民众受到所谓网络性别暴力，一年成形率是47.4%，终身成形率是59.4%。在整个网络上面主动来巡查、来通报我们的这个警政署来做相关的这个查，务期要来保护我们所有的这一个儿童、青少年，而且最主要就是网络方面就是性暴力还有性剥削。这是卫福部头一届发布咱国所谓网络性别暴力状况的调查，在各种的形态内底，以骚扰的终身成形率48.5%上济。过来按顺序是经体甲攻击是26%，跟踪甲网络敲碎是21.8%，控制或者是限制表意是11.7%，影像性暴力是10.4%。以受害者的年岁来看，以30岁至39岁终身成形率71%上悬。那各位所最关注的影像性暴力，不管是未经同意拍摄，或是威胁散布，或是已经散布，这个东西都是影像性暴力。那整体的终身盛行率是10.4%，也就是1%。性影像处理中心从去年8月15成立，到今年5月底期间，受理的案件有达1150件。卫福部呼吁，受害者除了会当透过中心申诉移除性影像，透过受害者保护命令，禁止加害者重新制作、散布性影像，嘛来自全国8间性创伤复原中心提供咨询、治疗甲辅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